籃球嘅賽事，多倫多猛龍隊又輸波啦！猛龍隊星期三喺主場 Air Canada Centre 以88-94不敵籃網隊，慘吞6連敗。呢次亦都係猛龍隊喺過去13場賽事裏邊第12場嘅敗仗。儘管猛龍隊前鋒戴維斯攞得職業生涯以嚟最高嘅24分同12個籃板球，而新秀中場球員韋連斯休拿斯亦都貢獻15分，但呢啲都未能夠為猛龍隊攞得今場嘅勝利。西班牙杯16強首回合，巴塞隆拿作客乙組嘅科爾多亞。雖然對手係低組別嘅球隊，但係巴塞仍然獅子撲兔，排出超強嘅陣容，美斯、沙維、韋拿、碧基等等都係正選披甲，實力遠超對手嘅巴塞。喺11分鐘有美斯接應韋拿嘅妙傳，射成1-0。巴塞一如以往咁樣主宰中場取得大部分嘅控球時間，美斯就喺74分鐘射入第2球，奠定勝局。網球方面，前世界第一女子網球手比利時嘅克里斯達斯喺家鄉舉行告別表演賽，直落2盤6-3擊敗美國嘅莎蓮娜威廉斯。29歲嘅克里斯達斯喺美國公開賽之後，再次告別職業賽。羽毛球消息，喺深圳舉行嘅國際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賽爆出冷門，世界排名第一大馬嘅李宗偉喺男單 A 組首場嘅出師不利，以21-12、16-21、20-22不敵中國嘅杜鵬宇。其後呢位男單頭號種子因傷退出本屆賽事。